但係打麻雀有時候零九同 OK 呢一場1打3啊，跟住啲素材多到可以發3日，跟住順便俾大家聽下我啲雀友好搞笑。好，都 OK 整齊嘅起手牌，卡窿多啲。哇，入隻卡窿兒童先，而家碰過個叫糊，哇，摸6筒直接就叫糊。唔悶，等陣碰咗就可以拖牌。再見。嘻嘻，4隻馬。第2鋪都仲可以嘅。係，我摸咗對北，咁而家碰過入個叫糊。通，咁我打2萬啦，而家叫糊，非常之早，258索，卡窿5萬。上家唔要。哇哦！我差一次我自天喎，二手就咁樣。第3鋪，好有一冚7萬。哦，碰過入個叫糊喎，打隻紅中先啦。好，打隻唔同。哇，6萬都有得碰，咁叫糊啦。14筒6 9筒。變咗咗。OK， 4筒6隻馬嘅。第4鋪起手2隻白板。點個頭髮咪幾好咯？萎了，嚟啦！萎了！看到這個牌，我真的萎了。咁後生唔好講呢啲喎。哇，冇啦，冇打我2萬啦。我真的萎了。3隻2萬下家，我服咗。我第4隻。好，咁而家挨牌叫糊。可以㗎。打晒我啲叫糊牌，真係服咗。好，摸5筒咁直接拖牌啦。唉，好煩哦。萎了碰。俾你。咁好人嘅你，但係叫尖叫。多謝多謝上家。勇威話：嗰啲勇威都好像很。第5鋪。哎，那也可以啊。等等等等。黐線㗎！我自己打咗套。我都唔想打咁靚嘅，但係而家打隻台橋。不要搞這些。好 OK，咁就叫啦。不要搞這些。不要講這些，好不好？食咗佢冇做馬啦。好。完成你心願啊！最後一鋪。好，咁打隻9索啦。而家入隻叫糊。哇，唔使錢喎。中。4索對家碰咗。碰咗先，而家叫啊！唔係呢隻7啊喂。OK， 係呢隻7啊，9隻馬㗎，點讚支持。